確係事實，我高過你，我人工高過你，我去拍戲等10幾粒鐘，等到冇拍12分鐘，最後成條片都冇用，輕輕鬆鬆收工。你點會輕輕鬆鬆得過我？我寫過好多廣告歌，信信你起貨，又話寫得唔錯，仲可以拍埋咁一手。寫廣告歌你不如拍廣告，啲廣告商爽到冇乜嘢俾我做，冇排過舞，又話我跳到只需要笑到，好似燒雲油揾到你分，其實你關晒入娛樂界當你貨物賣，你積埋，覺得我古怪，即時雙碟快，即刻開始聽真啲，農夫兩個 MC 死咗嘅事，佢哋全係有知，講幾隻字喺娛樂圈你死你事，即刻開始聽真啲，農夫兩個 MC 死咗嘅事，佢哋全係有知，講幾隻字喺娛樂圈你死你事，繼續，最好做音樂節目，唱半首歌係直播，我唔使再錄，冇錯，唱錯歌詞都唔使 NG， 做音又冇人知點解啊？我啲歌都冇 key， 做新場 show 咪仲好，嗰度鬼晒咁嘈，有時我一句都冇唱到，佢哋都完全聽唔到。做大學 show 咪做過癮，一出場佢哋好煩，有時我諗大學生可能從來冇見過人。哇！咁你要翻上去行下嚇？我都唔識唱到好話，唔使㗎，只要你喐一喐咋，佢哋就哇！如果要計出埠做嘢做盞鬼，出入都係頭等機會。咁又係，間酒店房租都同我間咁齊，我諗過住足一世以後都唔翻嚟。到你發現其實你慣晒，入娛樂界當你貨物賣，你積埋，覺得我古怪，即時雙碟快，即刻開始聽真啲，農夫兩個 MC 死咗嘅事，佢哋全係有知，講幾隻字喺娛樂圈你死你事，即刻開始聽真啲，農夫兩個 MC 死咗嘅事，佢哋全係有知，講幾隻字喺娛樂圈你死你事，去咗陰間我都可以翻生，白金都慳翻，鹹魚都可以反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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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